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，其实这个主题当讲是规本的使徒行传内底不断的产生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迫害、甲突破、逼迫与突破吼，逼迫与突破。但咱看见是讲，甚至是逼迫带来突破。咱做伙讲一来，逼迫带来突破，迫害颠倒带来福音的突破。一般来讲，咱咧做代志，咱生活内底若拄着迄个压迫，拄着人甲咱阻挡，拄着咱有咱的梦，咱有咱的目标要进行，但是叫人压制，叫人阻挡无法度进行的时阵，咱的心中常常充满的情绪是痛苦，是郁卒，是吐气，是埋怨。伫迄个所在讲，我哪会遮歹命？但是咱看见福音初代教会福音的进展，竟然是伫受阻挡的时阵继续来突破，受阻挡犹原继续突破。咱做伙讲一来，受阻挡犹原继续突破，这就是信心。这个信心，这款的态度，毋但伫初代教会，也应该爱伫咱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。使徒行传，今仔日咱所读到的是第8章啊，第7章的部分讲到司提反伊受迫害的过程。咱咧先了解背景。当顶礼拜咱讲到，使徒行传虽然做这个大祭司来压迫、阻挡。这个教会讲，恁袂使传耶稣哦，恁若传耶稣，我甲你掠去关。但是这个基督徒，因有继续传无？有，因继续传，因无惊别人会阻挡，因无惊别人会否定，因继续传福音。所以咱看见，这个使徒因的回答是讲，顺探上帝，无顺探人，这是应该的。因继续传福音，教会虽然拄着迫害，但是犹原继续成长。圣经内底记讲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，讲听道理的人有侪信的，讲查甫就约5000，咱想看嘛，若加上妇女，一定是有要超过几万的吼。讲信来归伫主的人，哪加添连男带女非常的多。顶礼拜咱嘛讲到，因为教会成长，也表示同工需要搁较多，所以选出执事中间有一位叫做司提反，而且伊毋若是符合执事的条件，讲有好的名声，圣神充满，智慧充足，而且上帝阁予伊真好的信心甲口才。所以咱看见执事毋若是做教会的事务尔，有执事。嘛会当真够讲道呢，即事嘛会当真够讲道，甲边仔人讲者，即事嘛会当真够讲道啦，甲讲者来。哦，所以期待哦，咱的教会是逐个人拢真够传福音，甚至是真够分享上帝的话。咱圣经记载讲，司提反满有上帝的智慧，满有上帝的恩惠能力。而且伫民间，佮奉主的名来行侪的神迹，而且伊佮有迄个智慧、佮圣神、佮伊伫地所讲的话，别人无法度来阻挡。所以，这个人就非常的郁卒，因为司提反毋若是将教会的事务处理了真好，佮较麻烦的是，竟然伊足够传福音，影响力真大，所以因辩袂赢，就陷害伊。这步甲对耶稣的方式真相共吼，辩袂赢就来陷害伊，就控告伊诽谤摩西，糟蹋这个圣所甲律法。司提反为家己，司提反来辩解。其实司提反的辩解毋是为着家己，司提反的辩解，咱若详细，咱若来看这个第7章的时阵，你会发现司提反的辩解其实会当讲是一篇讲道篇。一篇报道，伊对这个旧约开始讲旧约的历史，一直讲，
一直讲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迄位上帝被办要来拯救世间人的。所以你想看卖咧，这个犹太人敢会当接受？颠倒受气，颠倒艰苦，颠倒受气，就将司提反杀到城外，用石头来拍死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传福音有时阵会拄着别人无欢喜，对无？但是咱所拄着的无欢喜，敢有人摕石头甲你牵？敢有对一位兄弟姊妹传福音向用石头牵？哦。若有，咱天顶的冠冕就袂洗顶啊！但是咱现代是真恶地拄着即款的情形。当然，早期的宣教士扣赛破了吼，扣这赛破，还有赛南乌狗血，你知影无？迄个赶鬼咧用的哦，这敢若这个白人敢若鬼会紧甲赶互走啊！传福音对欧洲，对迄个文明较发达的欧洲，坐来台湾。佫有真侪宣教士坐船的过程内底，因就染着这个病症，因甚至还未踏上土地，因就已经失去因的性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福音的代价是重的，毋是轻的。福音的代价是重的，你所领受的福音是重的。咱毋通将咱的信仰看做是轻的物件，看做是讲阮老爸就基督徒，我细汉就来教会，你甲看做轻扭扭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迄是用命换来，用这个宣教师的命，用这个历代信徒，毋若是耶稣的宝血，甚至也是历代信徒所流的血。所受到的欺负，因伫这欺负内底坚持所换来，所以咱互相鼓励，就是讲，咱得到的信仰是贵重的。甲讲一来，咱毋通掠做讲耶稣互咱白白的救恩，你就将白白的救恩看做是轻扭扭的救恩，看做我也无付出啥，无要无紧的救恩，大错特错。迄个救恩的重，其实拢是别人替你来承担。但是咱毋通当做上帝爱咱，就是行一个轻的信仰尔。上帝爱咱是活出一个贵重的生命。上帝爱咱的是继续行伫这初代教会所行的道路，继续坚持，愿意为着主的信仰来付上代价，来军队伊。莫怪耶稣安尼讲。若无听我赢过你的顶，讲不配来军队我，来讲花枪花着犁头，后面来看的，也袂堪得来军队我。伊咧讲啥物？伊咧讲的是福音是一项贵重的礼物。福音这条天路是一条贵重的天路。咱着爱用这款的精神来面对。司提反，伊扣石头拍，当石头一粒一粒结伫伊的身躯顶的时，咱相信迄绝对，你想你要律法，若是爱将一个人拍死，请问你会拣什么款的石头啊？甲牵？你会拣细粒的吗？恐惊牵过来的石头。一粒比一粒搁较大，对无？恐惊牵过来石头是一粒比一粒搁较大。你牵到的恐惊毋是乌青，是老血，甚至是骨子去。当迄个过程的，当一粒一粒石头飞过来的时阵，司提反呼叫讲：“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灵魂。”佮规个大声喊讲。主啊，毋通将这个罪归乎因。主啊，毋通将这个罪归乎你。你敢会当想象？迄个情景？迄个石头飞过来，迄个石头要置你于死地的时候，你居然为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不要把罪加在他们的身上。”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是司提反的心上已经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伫伊的心内啊！迄款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讲：“主啊，
下面因唔知影因所做是啥物，即款的性命已经显现伫尸体犯的身上。人的一生拢有可能做一寡表面的代志，但是死到临头就不用做表面的事情。咱看尸体犯伫伊在受已经遮尔痛苦的时，竟然悠然活出这款的性命，这就是主的学生。伊为主来牺牲性命。保罗当时叫做扫罗，也伫迄个所在为大家来顾衫，来成做一个见证者。我相信，尸体犯伊所流的血，尸体犯伊所讲的话，一句一句也是进入伫扫罗的耳孔内，成做伊的信仰的一个反省。尸体犯顺道了后，才会对教会的迫害并无停止，颠倒是更较明显来进行。和保罗也开始大来掠基督徒，做基督徒上掠来关家。教会不得不就四散分开，开始离开耶路撒冷。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？因为迄个耶路撒冷的迫害实在太严重了，伊不得不得爱离开，所以开始分散伫犹太甲撒玛利亚的各所在。用人的角度来看，讲教会无忙啊；用人的角度来看，讲政府无介意你无忙啊。所以但是对咱所看见讲，当对信仰的观点来看，所看见教会迫害的时阵，颠倒颠倒，这也是上帝引出的一部分，因为因就遵行了主的吩咐。伫犹太，咱再来做伙来读好无？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，伫讲道篇的中的所在，咱来读来。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吩咐因讲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来做主的见证。可能遮个迫害也无临到的时阵，因阁无迄个打出去。但是咱看见上帝用阮遮个迫害临到的时阵，颠倒互遮个信徒成做福音的勇士，颠倒互因不知不觉就向前来跑走。亲像细汉学游泳的时阵，我游泳嘛是学了无偌好，但是我阁会记起学游泳的时阵。坐伫游泳池边啊，都要踢水，但是教练就徛伫后壁。当你毋知影伊当时会出骹，甲其中一个人踢落水底吼。为什么爱互你习惯迄个水性？虽然我去踢落嘛是无学了真好啊，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有时阵咱无迄个胆对无？有时阵咱。感觉咱活伫咱徛起的迄个所在，咱所生活的习惯，咱真习惯，咱无愿意改变。我经济袂歹，人嘛讲我是好人，人嘛讲我来教会做基督徒，甲别人无共款，真好。我感觉安尼就有够个，遮个拢真好。我有安尼就好，我礼拜日当去做礼拜就好啊。但是讲到传福音，咱煞无去进行，我毋知影当时的教会是毋是有出现这款的情形？因伤过安顺啊，伤过平顺啊，伤过平顺，袂记迄个为主征战的心啊。所以上帝借着这个迫害，互因将所听见的道理，成做实际的生命，所听过的道理，成做实际的生命，所以咱就来看发生了什么代志呢？这7位的执事其中之一叫做腓力。当腓力离开耶路撒冷，腓力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伊来到撒玛利亚。当伊来到撒玛利亚，伊四界传扬福音，来到撒玛利亚传扬福音，众人听见，而且佫伫迄个所在行侪的新者。伫第8章的第7节，
安尼讲有侪人犯着邪神，遐个邪神大声嚎叫出去，意思就是伫遐所在赶鬼哦，伫遐个所在摆骹变碎的侪人拢得到医治，规个城内有大欢喜。所以咱看见腓力所做的工是非常非常的大的。第9节记载讲，但是有一个人，迄个人叫做西门，伊伫撒玛利亚城是咧做啥物的？伊伫撒玛利亚城是咧行邪术的啊！用咱的话，可能讲这是咧做法的，是毋是？这个道士啊，使讲他咧做法的。全百姓的人嘛是拢真惊伊，真惊伊，对大到细拢着伊，讲这人是上帝的官灵，就是迄个称最大的，因为伊拢用邪术，互这人来看见就惊吓来相信伊。但是当到腓力来传福音，论到上帝的国，甲耶稣基督的名。众人洗礼，最后含西门也来洗礼，含西门也愿意来领受信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腓力踏出耶路撒冷去传福音的时阵，竟然含这个做邪术的人也归伫伊。所以咱看见这个真正的信者已经赢过这用邪术假影的信者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主的福音是会当赢过邪术的。甲边仔人讲者，做伙讲者，主的福音赢过邪术，讲者来。无算嘛捌听过咱的兄弟分享讲，隔壁定定拢咧做法咯，隔壁定定拢咧做法，但是足奇怪，做法拢做袂行。因为咱的家庭，咱伫咱的家庭来祈祷，求主的气力大掌权，赢过这个邪术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真高我的上帝，阿们。咱的上帝是真高我的上帝，咱免惊吓伫遐的邪术，等到咱来用信心、用祈祷来赢过遐的邪术，阿们。等到遐个惊邪术的有一天要来信主。因为因要看见，因咱所挖靠的赢过因所挖靠的。我捌听过秀美这分享伊的见证。伊少年的时阵，讲是住伫一个类似三合院吗？是吧？三合院是真少年，国中吗？好像是国中哈。然后伫迄个所在，厝内的人因到敢若医生信主，厝内的人请迄个当机来做法，来跳档吼，当机做法，一间房间做，一间房间做。已经信主啊，就秘伫房间内底看圣经。我跳袂过，你听无？当机到迄个所在跳袂过，讲看咧迄当机讲你都互我过啦。你都互我过啦，吼，跳袂过哈。直到安尼，秀美这段让伊过一个对吧？哈，让伊过，真正当机怎跳会过啊？安尼吼，算讲安尼怎徛较边仔安尼徛较边仔咧吼，这当机做法甲做会过吼，甲会当继续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主的气力赢过邪术，阿们。你有啥物惊吓？是伫咱的工作的对面，咱的工作对面有人咧做一寡奇奇怪怪的动作，互你惊吓吗？是咱的家庭的头前有人要采一个啥物物件，互咱惊吓吗？靠主的名讨放咱的心内的惊吓，因为主已经赢过啊！阿们。上帝加天气力。照着迫害带来教会的突破，带来嘛是带来个人信心的突破。另外一个咧就是腓力除了这个传到伫撒玛利亚，甚至伊也将福音带到伫以索比亚的所在，这就是非洲的所在。咱看见当伊伫撒玛利亚有侪人
听到即个福音大大兴旺的时阵，但是主的天使对腓力安尼讲起来，对南西去，对耶路撒冷到该撒的路对遐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即个腓力伊会当伫撒玛利亚伫迄个所在起一间大教会，因为遐足侪人信主的。但是伊顺服圣神的引带，伊毋是伫迄个所在来，伫迄个所在讲遮做了真好势，我都无改变。伊顺服圣神的引带，圣神叫伊行，伊就行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态度。圣神叫咱行，咱就爱行。甲边人讲一来，圣神叫咱行，咱就爱行。所以可能你伫即个所在过了真顺，过了真好势。但是上帝爱你去做工的时阵，你爱去做；上帝爱咱去做工的时阵，咱爱去做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爱你去做迄个所在，有上帝的恩典伫遐等你，有上帝的心热伫遐等你，有上帝的快乐伫遐等你。你若停伫即个所在无去行，你就永远顾伫你家己原地的所在，而且无一定迄个所在最后真做迄个所在原地的成功。互你哪来哪无顺服主，互你哪来哪挖靠家己问题愈来愈害。所以咱看见腓力伊去旷野，伊对一个真侪信徒的所在，竟然旷野去。伊是一个顺服的福音的勇士。伊行去的时阵，拄到一个真特别的人，原来是这个伊索比亚，这个非洲的国家的女王，手的真要紧的一个总管，是一个真有权力的太监，甚至是咧管钱的太监。圣经记载，这个太监其实是一个对上帝真有心，但是伊还未认捌耶稣，但是伊对上帝真有心，所以伊会对伊的国家千里迢迢去耶路撒冷去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。然后回来的时阵，搁伫车顶，伫迄个所在咧读以赛亚书。伫咱的身躯边，可能嘛有即款的人，你表面看袂出来，伊对上帝就有心，但是伊常常咧思考人生的问题，伊常常也要怀疑讲我咧拜拜敢有效？为什么我去这个人算的，甲迄个人算的拢无共款？我到底是要相信塔罗牌，还是我要相信迄个算命？我要相信我的遮个？伊伫迄个所在有真侪生命的困惑伫伊的内面。咱敢有听到？咱敢有看见即个福音的轨迹伫迄个所在咧听候咱？圣神感动腓力，爱伊讲：你去瓦郡迄台车，去瓦郡迄台车。这是一个传福音真要紧的部分，就是爱瓦郡，爱瓦郡迄个需要的人。请做伙来讲来，爱瓦郡对方，甲讲一来。爱瓦郡，爱听见圣神的感动。圣神若是感觉讲，提醒你讲，你去甲安慰伊、鼓励伊，你就甲伊讲，安慰伊、鼓励伊，将主的疼对伊来分享。利用甲身躯边的人拢离远远，你是要怎讲传福音？身躯边的你啊，咱若讲甲身躯边的人拢无迄个亲近，拢无愿意付出关心，是要传福音？咱伫别人的眼中，是不是讲那个人好像有点屌屌的、哦？有人好像有点高高在上。伊所信的耶稣我无兴趣，因为他好像很骄傲。咱毋是安尼，咱是颠倒爱有一个谦卑的心，顺服圣神的引带。当腓力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发现原来圣神已经伫这个人的身上咧做工啊！迄个人竟然伊所读的经文，就是咧讲到有言着耶稣的经文，讲到伊亲像羊被牵到受台的地，而亲像羊伫这门人的手中无声，伊也是安尼无开喙。这段就是咧预言耶稣受苦的时阵，耶稣受苦的时阵。拢无出声，为什么无出声？因为伊知影，伊要担当的
是世间人的苦。伊要知影，伊毋是家己，毋若是家己受着委屈，佮较要紧的是，伊即个过程是要承担世间人的罪的苦，互咱毋免佮每一年伫迄个所在烧香拜拜，也是亲像旧约共款，每一年继续献祭，因为伊就是伊本身就是迄个祭，伊本身就是迄个祭物献上，就上帝就欢喜。所有的人只要相信耶稣，就要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我相信，菲利可能甲我讲的可能差无偌济，大概就是用这段来传福音，互这位太监的总管。所以咱看见传福音，有时阵你也爱照着对方有兴趣的物件来传福音。迄个人若伫迄个所在拢咧看武侠小说。可能你甲伊传福音的，可能是对《天龙八部》开始讲的无？迄个人怎做爱看《甄嬛传》？无一定你讲的是对其他其他宫廷的角度去跟他分享，也许啊，是毋是愿意求主帮赞，互咱会当勇敢来分享上帝的信息，而且感动了后，即时。就来坚固对方的信仰，有感动，虽毋若感动尔，佮问讲，你是毋是？你讲这看到有水，啊无咱来遮洗礼好无？菲利无讲，你小等，你对信仰佮无清楚，我佮甲你上十课，甲你洗，无。菲利随问清楚讲，你有信这个？你有信耶稣无？坚固伊的信仰，随时就来替伊来洗礼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个原则，顺服的人，而且有一个好的福音的轨迹，瓦根的报道，即时的跟进。所以咱因为这个愿意主来，愿意顺服来传福音，你敢知影？伊索比亚到现在，阁是非洲内底基督徒的比率非常悬的一个国家。到现在哦，你想看觅，这个伊索比亚到底是安怎得到福音呢？咱来看，这个太监真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一个基督徒顺服上帝的引带。将福音带予一个看起来无讲介有可能信福音的人，结果是影响规个国家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福音就是安尼，你看做是无啥要紧，但是你后壁的发展是非常的大。会记即咱做基督徒，眼界毋通干那看伫眼前，你的眼界爱是远的。有时阵我嘛咧想。有时阵我嘛咧想，逐礼拜，拢是共一群的人伫即个所在来听讲道做伙敬拜。上帝啊，敢若逐礼拜的情形拢共款的。你伫教会所做的工是啥物呢？但是这是用人的角度对无？用上帝的角度，咱哪知影？咱现在敬拜。咱现在这个福音的真理，咱现在这个上帝的话，伊的影响咱是偌远，咱哪会知影？咱哪会知影？无一定10年、20年，甚至100年后，甚至200年后，这个影响咱。我讲一直看，我讲哇，原来这位人，伊的祖先是伫新平教会咧聚会，然后咱叫做与有荣焉，你拢毋知。也是讲哦，原来这个所在有侪人当时就是得到新平教会的这社区事工的关怀，所以伫几啊十年了后，甚至几百年了后，这个所在有这个庄头特别侪人信耶稣，因为早前新平教会伫这个所在也落真侪福音的证据，咱毋若干那看眼前尔。若是看眼前，使徒是真歹命的人，使徒一生坎坷，
为主传福音做做工，结果拢是啥物站头啊、桌顶是字架，拢咪咪毛毛。但是咱若是到今仔日来看，咱就知影，这个使徒其实因所付上的是一个久长的，因所付上的是带来以后这上帝的国度的扩展。虽然教会受到大大的迫害，甚至侪的信徒为主来顺道，今仔日也有，今仔日也是。你若是有看即个 Good TV 电视台，伊有一个专栏吼，伊有一个节目叫做即个全世界教会的新闻吼，全世界教会的新闻，你若去看的时阵，你会发现。咱这个国家看起来是真好势，但是佫有侪的角落，迄个所在有原是侪人，侪牧师着爱设置伊的教会，可能会去互破汽油，可能会去互烧，甚至伊的家庭拢会拄着危险，侪危险的一个所在。但是教会有原顺服伫上帝的大使命，将福音带到伫全世界。咱甘愿意继续来行这条道路，咱甘愿意亲像初代教会共款，伫迫害内底由原带来突破。伫咱生活的挑战内底，可能咱即马现代生活的挑战，就是讲我的工作的时间真长，我真忝。但是咱遮个是无抵到啥物性命的危险啦吼。老实讲是无抵到啥物性命的危险，讲哦，我照顾厝内囝儿真忝，但是我想是无抵到性命的危险。当时的人含性命危险，犹原勇敢为主做见证。现在的基督徒，咱是毋是更加应该爱勇敢来传福音，互咱勇敢来承担主的使命，伫压迫的中间，继续带来突破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内底，互阮会当了解，信仰毋是一帆风顺，颠倒是伫风影哪大的时阵，哪看出迄个溃烂。主，我伫你的面前向你求讨，互阮无得伫安稳的中间来失去了倚靠你的心，无得伫安稳的环境内底来无军对你。主，求你帮助，互阮虽然伫遮的挑战，甚至是娱乐的游戏内底，阮犹原掠条伫。将过去烧伫使徒心内迄把火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神犹原烧伫阮的心边教会，主啊，烧伫阮的心内，烧伫阮的家庭内底。主啊，阮的人生毋是短暂的一项事，毋是干那看到车、看到厝的人生。求你帮助。互阮的心爱看到你的国度，爱看到你要将福音带予万百姓的这个大使命。主啊，阮相信，当阮勇敢踏出去的时阵，你的心热已经伫头前咧进行。阮只有军队，阮只有顺服。愿阮所做合你的心意。当阮见到你的时，通互你学了好佮尽忠的路步。阮将荣光归伫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